国际新闻来关心澳洲华裔记者成蕾防指控违反中国的国安法，伊伫中国封关3年外，最近已经出国回去澳洲。澳洲的外交部长阁亲身去机场接机。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是否认讲这是中国和澳洲双方谈判结果，不过外界认为中国和澳洲的关系应该会变好。澳洲总理艾班尼斯10月证实，和中国关3年外澳洲华裔记者成蕾已经伫政治阵放出来，佮伫10月顺利登去墨尔本。Earlier today, I was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n Australian citizen, Chang Lei, who has arrived safely here in Melbourne and has been reunited with her 2 children and her family. She was met at the airport by the Foreign Minister, Penny Wong. Her matter was concluded through the legal processes in China. 不过，艾班尼斯否认成蕾放出来是中国政治谈判的结果。成蕾是澳洲公民，目前至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电视网在2020年8月中失联，2021年2月和中国指控涉嫌违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。中国国安部门表示，成蕾在2020年5月违反保密条款，透过手机将工作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提供给境外机构。即马这案件结束，外界推测中澳关系有希望恢复。中方对中澳关系发展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，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。艾班尼斯计划今年要访问中国，伊伫6月宣布这消息时阵，就捌呼吁中国释放成蕾。目前也有中国甲澳洲双重国籍的华裔作家，因为刑讯被控间谍罪，关超过3年，到即马依然无进一步的消息。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。